Hello，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俊豪。唔經唔覺，我嚟到吉隆坡工作同生活已經9個月啦。好多國內嘅朋友成日都會問我，俊豪，你一個人喺大馬慣唔慣啊？你最鍾意呢個國家啲咩啊？如果平時咁問，我可能會答你美食啦、天氣啦，或者呢度好 chill 嘅生活節奏。但如果你問我心底最真實嘅感受，我之所以咁鍾意馬來西亞，原因其實好簡單，純粹係因為呢度嘅人真係好善良。喺呢度，你隨時隨地都感受到一種人情味，無論你係咩種族、咩背景，甚至你係咪本地人，只要你需要幫忙，總會有人毫不猶豫咁向你伸出援手。今日我就想同大家分享3個我親眼目睹，仲要親手拍低咗嘅真實畫面。第一段片係我上個星期六喺一個 LRT 站影到嘅。當時有一位視障嘅盲人叔叔，佢揸住支盲公竹，企喺站口，好似有啲迷茫。然後大家睇下，呢個時候出現咗一個好細個嘅小男孩同埋佢媽媽，佢哋同呢位叔叔三唔識七㗎，但兩母子就一路小心翼翼咁拖住佢，慢慢牽引佢行入車站大堂。精彩嘅部分仲在後面。當兩母子將盲人叔叔交俾車站嘅輔警協助之後，呢位大馬警察一個字都冇多講，就咁樣一隻手扶住佢，一路帶佢行過月台，直到親手將佢送入 LRT 車廂，揾個位坐低，先至放心離開。老實講，我企喺隔離睇到嗰一幕，個心真係湧起一股暖流。喺呢度，弱勢社群唔會覺得自己被遺棄，而呢種善良唔單止係警察或者公務人員先有，更加係刻咗喺普通大馬市民嘅 DNA 入面。有一次，我喺站內見到一班得20幾歲、對路況好生保嘅盲人後生仔，佢哋可能第一次搭嗰條線，行得比較慢，企喺月台度有啲無助。嗰陣正值人流最密集嘅放工時間，成個月台都係人。但神奇嘅一幕發生啦，圍嘅乘客班完全唔識佢哋嘅普通打工仔、師奶、學生，一見到呢個情況，大家竟然好有默契咁，自動自覺行埋嚟，圍成一個圈，好似一個民間護航隊咁，一邊幫佢哋睇路，一邊好溫柔咁引導佢哋行，將呢班後生仔順順利利送入火車廂入面。成個過程冇人大聲呼喝，亦冇人嫌佢哋阻住條路，大家嗰種理所當然要幫手嘅態度，真係徹底震撼到我呢個廣州人。睇完呢2個畫面，你可能會覺得，哇，咁好彩俾你遇到啫。好，咁我講埋第3個畫面。呢個就係吉隆坡地鐵每日放工時間都會發生嘅日常。第3段片係喺 MRT 車廂入面影嘅，當時係下晝5點，正係放工嘅 peak hour 尖峰時間，大家返完一日工，個個都攰到癲，車廂入面逼到沙甸魚咁，連轉身都有困難。但係你哋睇下車廂入面嘅 priority seats 優先咗，就算成個車廂幾逼都好，大家都會好自律咁留返俾有需要嘅人。老人家、大肚婆、行動不便嘅人士，只要一有呢類人群上車，
原本坐緊嘅大馬人一定會喺1秒鐘之內彈起讓座，完全唔使人開口，亦唔會有任何猶豫。而講睇完大馬地鐵咁溫馨嘅畫面，我哋轉過頭睇下國內。我唔係想踩自己人，但現實就係，平時一到放工繁忙時間，車廂入面嗰種緊繃嘅氣氛，同埋搶到位嘅大戰，到底有幾咁瘋狂？你別過去！你別管，你故意的，我故意的，你故意的，你在這個地方你扯過來。打呀，快打呀！上下車分放棄。好了，別打了。大家拍視頻，對老年人這樣，別管他們。你先動我了，你要打了，誰過來先打我？你別管他們。你先動我。你好，我在地鐵上。地鐵，我仲想提多一件令我非常震驚嘅事。後尾我特登問咗站入面嘅職員，佢話我知，原來所有殘疾人士搭乘所有政府營運嘅公共交通工具，全部都係免費㗎，無論係 LRT、MRT 定係巴士，真係1分錢都唔使收。你話啦，一個城市唔單止市民會主動幫你，連成個制度都為你諗到最盡。呢種由下到上嘅關懷，點會唔令人鍾意呢度啊？睇到呢度，我呢個廣州仔真係感觸良多。諗返起我哋國內，好似廣州、深圳，諗返起我哋國內啲一線城市，地鐵嗰種搶位場面，真係好尷尬。北京呢啲一線城市，放工時間地鐵嗰種搶位場面，真係好丟架。我唔係想踩自己人，但現實就係唔少人會扮瞓覺，低頭玩電話，當睇唔到有需要嘅人。有時為咗一個位，兩個互不相識嘅人可以喺車廂入面指住對方嚟鬧、打交，但嗰種先到先得，唔讓就蝕底嘅氣氛，同呢度嘅溫柔，真係形成咗好強烈嘅對比。我過呢度煙客，即係舊陣時喺廣州，我成日覺得大城市生活就係咁噶啦，事不關己，己不勞心，唔好去管人哋嘅閒事。但係嚟到大馬呢9個月，大馬人每日都用佢哋嘅行動去教我一個好寶貴嘅人生百態。佢哋嘅善良唔需要理由，唔需要回報，亦唔分膚色同種族。佢哋嘅包容更加唔會因為你係外地人，你講咩語言就打折扣。就係因為呢種無私嘅愛心，令我一個嚟到大馬嘅廣州人喺吉隆坡呢個城市揾到返一種好似屋企嘅溫暖。多謝馬來西亞，多謝每一位咁善良嘅大馬人。如果你都遇到過大馬人幫你嘅暖心故事，歡迎喺下面留言區話我知，我好想睇你哋嘅分享。如果你鍾意我今日嘅分享，同埋鍾意大馬呢種溫暖嘅人情味，記得訂閱、讚好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我哋下次再見，拜拜。